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昨增加11例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甲死亡个案，不过嘛验出第3例为着 Delta Plus 的案例。目前咱国内还未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另外，为着要有关国内疫苗注射率，专联福利中心上紧伫后礼拜会开始设疫苗注射站，一个站敢若提供一款疫苗。避免有做唔到的情形。国内新冠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9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暗过增加11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7例是突破性感染。做疫苗有 AZ、科兴加莫德纳。有4位是属于这个社服类的移工，就是属于这个看护工哈。那这个主要是印尼的这边来的，那另外有1位是境外生，还有4位是我们本国人，就是返国，还有另外2位是商务或者是工作性质来台的外国人。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境外移入病例定数结果，各检出15例 Delta 变异株，其中1例是俗称 Delta Plus 的 AY.4.2 变异株，是本国籍30外岁男性。为德国入境，这也是国内检出 Delta Plus 的第3例，目前无检出任何1个新型变异株 Omicron。累计到现在，我们总共的 Delta 总共235例，其中就是192例是境外移入，本周是新增15例。那再强调，我们还没有验到任何的 Omicron。全台湾也无 Omicron 确诊个案，暗过为确保防疫量能，指挥中心宣布第1到第3类医护甲防疫人员，第2期届满5个月，延过追加至第3期到12月7日。差不多有6万人符合资格7日开放第一天，已经有63人完成至第3期，抢牌是莫德纳。我想这个是对医护同仁最好的一个保障。我们要救病人之前，自己要先自保。因为第2期疫苗注射率不如预期，指挥中心规划伫百货公司卖场设注射站。目前各县市伫评估当中，上紧下礼拜开始设站，而且每一站只提供一种疫苗，防止误注，代替要合作意愿。有些站的人潮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再多看几天。那台铁这边他们也有意愿说可以一起合作。台湾驻南非代表处传出2人确诊新冠肺炎，指挥中心表示，代表处设定 Omicron 流行的可能性，所以推估真大的机会是感染 Omicron。记者综合报道。辉瑞药厂的执行长进前接受媒体的访问，伊讲辉瑞 BNT 疫苗的加强剂尚无会当有1年效力，不过逐年拢爱做1摆来维持保护力。另外 ，Novavax 甲 Moderna 针对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拢在研发新配方的疫苗。新冠病毒一直出现变异株，未来可能会变做定期爱做疫苗的加强针。辉瑞执行长博尔拉伫咧接受 BBC 访问时阵讲，辉瑞疫苗的加强针效力至少会当有12个月，若要维持高的保护力，就要1年做一遍。I'm very confident that would last at least 12 months, but I don't know that. If we have to make a guess, based on everything I have seen so far, I would say that likely will be needed annual revaccinations to maintain very robust and very, very high level of protection. 博尔拉也讲，即马伫咧设计新的疫苗，会当放伫咧摄氏2度到8度的冰箱内面，上久会当采3个月，会当大幅度扩大疫苗配送的范围，提高全世界疫苗注射率。Right now, the vaccine needed to be stayed at -70 degrees. Our new formulation that is already started circulating will allow 3 months in normal refrigerations of 2 to 8 degrees. 其他疫苗也有好消息。美国生技公司诺瓦瓦克斯昨日宣布，针对 Omicron 变异株所制作的新的疫苗，上紧伫咧明年1月会当商业化生产。莫德纳总裁霍奇是甲路透社记者讲，针对 Omicron 变异株的加强针，上紧会伫咧明年3月向美国政府申请授权。另外 ，BBC 报道，科学家发现，自 AZ 有放射了产生罕见肺甲副作用的触发点。根据科学先端期刊一份上新的研究报告 ，AZ 疫苗加肺液内面的血小板第4因子 PF4 的2倍质发生互相作用，可能因此诱发连锁反应，最后造成肺甲。若是毋是甲免疫反应有关系，也该进一步研究来证实。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
先看自由时报，美国副国务卿甲欧盟对外事务部的秘书长初二伫华府举办美国欧盟的中国议题对话，因发布联合声明，讲美国甲欧盟拢正关心中国伫南海、东海甲台湾海峡破坏区域和平安全的行动，而且这寡行动已经冲击美国甲欧盟的安全。接落来是联合报，台积电、联发科、旺宏，各有一月讲半导体的投人。昨徛工台讨论台湾半导体发展，刘德英甲蔡明介拢认为台湾有真好的底子，会当继续期待未来10档的表现。接落来是中国时报，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初3宣布讲，台东区的地州路甲西宁北路口有采科技设备。针对违规等月、弄红灯等5项违规，下24点钟自动检测甲处理。目前也是宣导期，明年正月就会正式启用。不过有议员批评，有一寡违规要认定，恐惊真困难，无应该爱也价买机器。昨昏一台要开往台东的普悠玛熊熊袂行，掉伫半路，48分钟后才抢上好势。台铁表示，应该是涂骹感应器故障，火车阁拄好停伫无电的区域，才会熊熊点起袂叮当。不过最近台铁3天2头就出代志，就有立委要求台铁局长爱落台负责。火车坏掉了。停伫铁轨路，火车拢无叮当，车顶的人客赶要上班，真生气，阁真无奈。最近台铁也太扯了吧！火车常常故障，我都赶不上上班，赶不上开会。下午大约48分钟了后，台铁将有抢修好啊，火车就阁开始开，也毋过人客只想要问讲，到底是出什么代志咧？好久哦。对啊，不好意思，因为地上设备故障，所以导致我们车上的机械异常。原来这台406次普悠玛列车，初3早起晚10点的时阵，开到花莲富源到瑞水中间，熊熊无电，停伫半路。台铁初步调查是 ATP 地上感应器故障，火车拄好停伫无电力的所在，造成拢无动力，列车拢无法度行。事故影响到3列次火车，超过200名旅客。确切的事故的原因也等待调查。地上感应纸啊，主要是这个我们是自动刹车的一个系统啊。那这个感应纸呢故障呢，所以说那个列车呢它感应不到呢，所以说那个产生了这个刚好停下来，就是又刚好停在中兴期间。这是台铁这2天一直出包，先是台铁福隆石城边坡工程的意外，先是铁机器讲到泰鲁国府，搁再发生复兴号车厢脱开分离，查出是铁道局所领出来。这阵普悠玛搁传出失去动力，无电骑伫半路，就立委点名，这人应该爱落台来负责。如果试射这个我们台铁局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不会推卸。局长杜美强调，相关的责任绝对袂推卸，只是台铁的事故不断，唔若引发基层的不满。交通部甲台铁局发出的铁道安全改革，也真是着外界质疑。记者综合报道。立委林昌佐的罢免案经过审查，中选会昨夜宣布罢免案成立。除了请林昌佐伫12月13进前提出答辩书以外，也决议明年正月初9要举办投票。定义是甲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同一天。无党籍立委林昌佐的罢免案，初3经过中选会审查，下晡宣布罢免案成立，并且考虑投票完成期限甲撤回国家考试的时间这因素，决议明年1月初9举行投票。另外也请林昌佐在13进前提出答辩书。我们就是采取一个正面迎战的态度，所以本来就是把这个目标设定在这个要投票的这个阶段来守住中正万华。那我们的计划也是这样。那不过同时我们有很多既定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对着罢免案成案，林昌佐回应会全力来面对，也请网家甲中正乡亲站出来支持。另外，台北市第5选区的选举人总数是244748人，法定人数的人数应该是24475人以上。提出的合格人数数有27362人，已经达到法定的人数，所以讲成立。本来就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本来就是以在投票的那个时间点来守住中正万华为目标。可罢免还是要党对党的对决，那特别是这个柯文哲的态度也很重要。他们这个联署成了以后，我讲战功不敢说啦，
苦劳啦，积极的办理回国民党，因为伴手礼回娘家了。参与联署案的张小平真欢喜罢免成案，中选会除了齐沙宣告罢免案成立，再来发布罢免公告。20完成投票人的名册编组，也会在12月30到明年1月初8办理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明年1月初9举行投票，张家台中23区的立委补选是同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四大公投都要投票啊！四案的提案人潘忠正、王树修、江启臣甲林维洲，昨夜徛公台批评民进党政府用国家资源来反对公投。国民党也伫立法院阻碍行政院长苏贞昌备询，因批评苏贞昌坐专机去地方宣讲公投，根本是甲国家的钱黑白开。行政不中立，公堂党民意。四大公投带头人潘忠正、黄树修、江启臣甲林维洲四个人最近提出行政院刊登美牛美猪共款安全等广告甲报道，批评民进党用全党甲府县的力量反公投，也佫用国家资源宣传，违法乱纪，行政无中立。他们用行政资源在做宣传，他们甚至用假消息来混淆视听，这个是令人遗憾且忧心的事情。你们可以说明政策。不是让你们花这几亿的纳税钱到四处各地去攻击、抹黑在野党跟民间团体所领衔的公投。行政机关是不是中立的证据，一直插到国会内面。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报告，中央政府海空战略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进程，和立法院国民党团强烈反对。占议场的发言台也摆下抗议，批评苏贞昌是国库贼偷。民进党立委是大声话，国民党立委是薪水贼偷。行政院是当然网花，写在哪里？说明先讲是义务。也是公务，不是写在哪里呀？行政院强调，公投是直接民意的表现，政府有义务让人民得到充分的资讯，来满足人民的权利。这样子的进行的三接工程，是不是造成海草大受损？大家拢关心。栈桥就是为了保护整个藻礁而存在的，我们没有把3阶的工程盖在藻礁上。离四大公投投票日只敢剩半个月，正反两边表达意见，宣传四大公投，各自争取民意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沙丁堡的中正北路有一间油马路餐厅，昨下晡着火，火势拖到附近的店家，佮烧到周边停车场的车。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也赶紧去抢救。消防局表示，着火的地点是伫油马路餐厅后壁，迄当阵家在还未开门做生意，无人着伤。不过附近5间店家、一台车、一台奥多麦拢互火烧着，那着火的原因还佫爱调查。今年6月30，中华交友大楼着火，造成内面的防疫旅馆有3个人死亡，21人着伤，佫有1个消防员牺牲。中华检方表示，着火地点是伫2楼，不过旅馆的员工煞无赶紧甲大房的旅客锁开，甚至佫甲7楼、8楼的杂火门拍开，颠倒互火势烧佫较猛。检方即马嘛依照过失伤害、过失致死的定罪，甲旅馆的负责人甲2个员工提起公诉。中华市区的交友大楼今年6月30发生大火，造成大楼内面北向各防疫旅馆隔离的民众3死21伤，一共1位消防员不幸死亡。中华检方侦查终结，认定北向各商旅负责人蔡振芳甲员工有几6项缺失，以过失致死甲过失伤害罪提起公诉。未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正确讯息及时疏散，同时任由8楼及7楼的防火门开启，使火灾所生的浓烟加快窜往8、9楼。包括上路的负责人蔡振芳、柜台人员甲会计等3个人，拢伫第一波起诉内面。检方讲，火警拄发生时阵，上路的员工甲人客讲这是测试，也佫甲警报器关起来，发现火了，也无赶紧疏散，管理甲疏散流程拢有疏失。验过负责人蔡振芳发言讲，这个救灾过程有问题。因为救援救太久了嘛，10点多才开始救人啊，大家都
像很严重才开始在救人，然后一救就救8个小时。罹难者的家属讲，这边起诉针对上路业者追究责任，不过官府的责任也应该追究，包括消防局指挥系统变更使用审核，也个防疫旅馆的规划，官府也应该有一个交代。这个事件它应该要拉升至县府的等级，它并不是只是在单一火灾的消防局的体制而已。县府应该重视他们整个团队的缺陷，并且接受司法的审视，去支持家属行使他们基本的权利，那来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厘清在这场火警当中县府的责任。中华县政府发声明讲，目前正伫咧进行结构安全的鉴定，那危害到公共安全就会强制剔除，无其他进一步的说明。因若检方徛对官府深受涉及行政疏失、深受涉及指挥失当的部分，也搁伫咧混乱调查，确定事实了，会来做第2波的起诉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进前都有比特犬咬死人的事件。昨日伫屏东，阁有一个3岁查甫囡仔去互厝边的比特犬咬着巴肚，因为咬一个伤严重，送病院也是救无转来。目前案件警方也正在调查。防搜线内面，这只黄色的比特狗被放伫咧伊的狗厝边啊，来来回回一直行，一直找离暗，甲隔壁厝边3岁查甫囡仔巴肚咬着伤。尾后有人经过，发现查甫囡仔倒伫咧涂骹，赶紧报警，送病院了救袂断。该犬有系上狗链，并固定于饲养处所。有关该桶为而致该地遭大型犬攻击，本日已通知江姓饲主及幼童母亲制作笔录。对，很自责，很自责哈。代志发生伫咧屏东的村里乡，狗的主人家己种责备，无想到讲这只狗才饲无半年就出代志。迄当阵，查甫囡仔老母出去外口买暗顿，厝内只敢若剩阿嬷甲查甫囡仔，现场无人看到，也无敢死去。唔知影查甫囡仔为什么活过去？很讨厌吧，很难说了那种感觉了。等检察官是不是有特别指示这只狗要怎么处理哈？那另外针对这个它有攻击人的行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做另外这个所谓人道评估的部分。农业处正伫咧调查这只比特狗是毋是有登记。最近常常听到比特狗攻击人的事件，像10家伫新竹就比特狗咬死人的意外。为了要避免这种代志搁发生，农委会公告自明年3月开始禁止饲或者是输入比特狗，已经饲的主人也要伫咧2年内完成登记备查，才当继续饲。若无是处25万以下罚款，狗也会没收。提醒主人爱做好管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羽球联盟初3公布年度的奖项，咱国世界球后戴资颖得到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那咱国男子双打李勇甲王泽林今年伫东京奥运拼着金牌，这回也摕到年度最佳进步奖，拢是咱台湾史上第1摆得奖。And the winner is Tai Shuying. 得到世界羽联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台湾世界球后戴资颖拍败强敌西班牙马林甲日本的山口茜，加做台湾第一位得到这个荣誉的球员。伊要去西班牙备战世锦赛，每当亲身到印尼领奖，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那这次可以获得这个奖项，我其实很意外，也很开心。那之后我还是会继续的比赛，希望球迷可以继续支持我。伊去年包办全英公开赛甲年终赛冠军，加上今年东奥摕到银牌，创生涯最佳纪录，所以得到这个奖项。And the winner is Wang Qilin and Li Yan. 台湾男双组合李勇、王泽林得到最佳进步奖，也是台湾选手史上第1摆。两人都伫印尼巴厘岛参加年终赛，亲身领奖是真欢喜。我也很感谢搭档及身边的所有人一直陪伴着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很谢谢教练的教导，然后家人的陪伴，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要很谢谢搭档这1年来的陪伴，然后支持还有鼓励。两人都是一回年度最佳组合甲年度进步奖，虽然无得到最佳组合，不过同一天也得到国光体育奖。李勇透过面册表示，一天得到2个奖项是真大的肯定，也感谢教练甲配合的人。两人今年伫东奥摕到金牌，而且阁是连续3站摕到冠军，即马要拼年终赛卫冕。公司新闻电为您朋友。咱国的体育署昨也伫台北宾馆颁发今年度的国光体育奖。
今年奥运代表团伫东京奥运摕到2金4银6铜牌好成绩，这奖金嘛是有史以来上济的，有2亿945万。其中亚洲链的选手郭幸顺有奥运金牌加亚锦赛3块金牌成绩，总共摕到2120万的国共奖金。恭喜我们郭金纯选手。由教育部长发文中，关国光体育奖奖表扬亚当选手郭幸顺今年以奥运金牌加亚锦赛3面金牌，得到4项奖章加奖金2120万。最高就拿到1等3，然后今天终于拿到1等1，这个非常开心啊！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就是在背后就是帮助我、支持我的人，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主要的目标，然后也以明年的亚运为主要的一个赛场啊。主办奖赛暗时就要去乌兹别克准备世锦赛，郭幸顺讲，所落来目标是健康完赛，也注意其他选手的表现，也会注意防疫，尽量别去人多的所在。先专心准备比赛，然后再一些人生的一些规划，对，就是一步一步的进行当中的。那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在东京奥运摕到体操阿嬷银牌李丽凯，迄班一定2级奖章，所落来比赛甲分数大家拢真注意。伊若拄则满20岁当过台湾夺铜牌选手罗嘉玲，会甲明年亚运加3年后的巴黎奥运做目标，继续拼。奥运的国王奖章又感觉更不一样，然后意义就比较特别，然后为明年的国际赛事去做准备，然后预计是明年才会出国。今年东京奥运，台湾的选手摕到史上上好的2金4银6铜的成绩，也和国光体育奖章的奖金创新高，总共87人次，奖金2亿945万。一共19件科学运动研究加发展奖励作品，希望会当顺着这边的气势，帮助选手做调整，维持伫咧上好的状态，迎接未来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有几人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因为发现家己失去讲母语的能力，开始学台文，佮开发一套台语的桌仔耍，或做好爷总破塞，希望囡仔用佚佗的方式来学台语。那么，做伙来看卖。基隆人，然后嘉义人、台南人跟宜兰人，那其实每个地区它都有它的一个特产。以地方的食材交换斗做料理来创关，嘛甲小学的课程结合游戏，互囡仔通哪算哪学台语。这套特别的囡仔的桌仔耍叫做好爷总破塞。后亚在台湾是一个保护小朋友的动物神，所以我们就想说，这套桌游是要做给小朋友，那我们就以后亚来作为我们的故事角色，而且后亚跟台语的就是有钱的后亚是同样的谐音，所以我们也想说，就是我们要让文化后亚。水机对，饮水机。然后以前的话可能是得狗，让孩子知道说，现在其实我们喝水的话，我们可能就用饮水机。用卡片做比较，互囡仔通知影类似的物件，早前甲即卖用词。这几个台学生用1钟半的时间设计游戏，甲一寡生活的词类用台文字展现毛线顶的录音，互囡仔通甲词斗成句，或甲讲台语的趣味。伊嘛家己去学台文，希望对自身开始，甲少年辈流失的母语找回来。在学校里面背单字啊、念诗歌，很多时候引发不了孩子的学习兴趣，所以我们才希望说，那好，我们把课本里面很多生硬的单字搬来这款游戏里面，但是教孩子更多日常生活的对话。过去伊嘛捌伫小学内底做推展，即马搁伫网络平台来募资，目前的金额搁差一半，希望各界通互因支持，搁较希望每一个囡仔拢通正做家己的总破塞，甲学台语的过程变做美丽成果。记者陈亚文、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气象局表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明仔载天气甲今仔日真寒，尤其透早会真冷，预告台南以北更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提醒民众都爱穿好少。那么，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2度到21度。中部地区11度到24度，南部地区11度到25度，东部地区12度到22度，
外岛地区14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